养儿防老，在传统华人社会里，有一句话是养儿防老，意思是父母把小孩养大，等到年纪大了，轮到孩子照顾父母。以前大家觉得这是很自然的事，也是每个孩子应该做的。学校和家庭也会教小孩要孝顺父母，尊重长辈。可是现在的社会改变了，台湾的家庭不再有那么多小孩，而且人的寿命越来越长，所以老年人也越来越多。现在的年轻人不但要照顾自己的小孩，还要照顾爸爸妈妈，压力变得很大。有些老人没有结婚，没小孩，或是有小孩，但小孩在国外或工作很忙，也没有办法天天陪在父母身边。这些老人一个人住在家里，生活上没有人可以帮忙，也觉得很孤单。这样的情况叫做独居老人。虽然这些老人有的可能还有点钱，经济上的生活还可以，但是每天没有家人陪他们说话，心里会觉得很孤单。所以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想，是不是一定要靠小孩来照顾自己？有的人会提早开始存退休金，也会学习怎么安排老年生活。他们希望以后可以自己照顾自己，不需要给孩子太多压力。养儿防老也许对以前的社会很重要，但现在我们要顺应时代变迁，用新的想法和方式，提早为老年生活做好准备。